Hello， 所有朋友大家好，本人是看富喜來嚟，我係 Rita 玉天。你有夢想嗎？當地係追求嗎？又係個我離我心肝都係目標，還有到人呢。你哋今日節目當中特別邀請來自美麗嘅法土家繪畫家李依林，佢希望用佢嘅畫筆畫出心肝都當獎嘅畫面。我咪請好奇阿林佢嘅故事哦。實啦，朋友，阿林好。大家好，我係阿玲東歡喜今日來到呀。哇，來做上本人，因為前餐嘅都啲國外成分嘛，最近將轉到台灣嗬。去年將轉到台灣，我做唔正件係以勇敢嘅人，無論係你畫圖，又係個因為結天，我老人嘅 lover 結婚，就俾到國外去，真嘅係因為安尼啊。也都係夢想嘅一種嗬。當初大家開頭講，唔定有夢想嘛，當你追求夢想嘛，所以從愛咩係愛好唱歌，愛好音樂，愛出勁努力啊，包含講做節目。佢說唔記得當時係因為一個結天出一本離開家鄉，因為離開家鄉這本有今日人看到嘅作品。離開家鄉嘅係因為現實嘅問題，因為我係愛特別做比過去簽機，愛花東道錢嘅。所以嘅做結婚我較簡單，嗰因為佢係做銀行，特別佢係做銀行嘅咩，所以家生活就較穩定。嘅因為我就當校畫圖，所以我就想辦法到哪一天嘅時間來畫圖啊，所以我就去到佢生活安。因為叫穩定嘅條路，唔係講凊彩做啲比過來。嗰因為嗰時候我要爭畢業，嗰要唔讀好多嘅片簽到一隻工，一份寫案嘅。我知道呀，像人講嘅嗬，命中注定嘅巧合。人講唔點講唔讀好，我就條路，我就熟悉一個同愛愛咩同愛嘅人嗬，他真係就係緣分咧。個結婚都見幾多年咧？唔記得咩？有人叫嗎？我當叫啦，差唔多應該係3年吧。3年嗬，3年。嗰時也係當啲蜜月期嘅。碩士當叫嘅，係因為碩士當叫，差唔多2年吧。嗰時加起來差唔多5年啦，5年6年啦，5年6年啦，冇做得啦嗬。家看人嘅寫完書知道講，也嘅婚姻做得，有本人知道有幸福嘅感覺啊。很做得啦。嗰啲國外嘅時節嗬，沙本兒，因為時間台灣。啱嘅苗栗跳舞嘛，嗬，嗰時唔可以是畫圖係因為嘅情形。其實我當時家下做好畫圖嘅，後來係因為想講，行喺條以後出去社會要簽婚寫，所以就知道可能畫圖唔係當好嘅，當穩定嘅生活呢。唔過我行喺當上畫圖，所以做世界下未會畫圖。就想到有乜嘅想法，我想到，因為我前看到一隻畫面，都我頭腦地度，所以我就會想一定要想辦法嚟畫下來。我就會特別就會想到，安尼當年有一種圖都人頭腦地度啊，一定要去輸出啦。對。有人講也就係藝術家。因為人家講到可能人嘅也係幾隻社會知道講做藝術較冇問題，唔定未來係清風，也係清辛苦，係咪？佢安尼因為一般語言一般運氣安尼，所以我沒有試過，唔過就冇按成功我知道，所以就還係要做一般嘅事安尼。唔過你嘅努力嗬，除咗因為安尼。你有冇放棄？我出想講係一個當勇敢嘅人嗬，無論咩事情，你就堅持下來。無論你做事，也想到嘛嘅方面出本意，佢當中方面竟係唔講幫捱，安尼嘅感覺係嘛？放棄我知道，我咩唔掂嘅，反正呀事情就係安尼，你就會想要繼續做下去，所以我咩冇知道我做來當辛苦，冇就當快安尼，反正就係想要做就對，對。點都係。同快樂嘅感覺係啊，係啊，你想到乜嘅，你就會想要用畫圖，然後佢做一個算係表達出來、呈現出來。咁我自己嘅觀察啦，嗬，青島好畫圖嘅人，平常時冇一天講青島話，
哦，都也喺花地度做啲感受嘅度。因為我冇甲人講，我再哭，我咩冇辦法見到人講，我只都上嘛，所以可能係因為安尼，所以冇按到人生愛。就讓你嘅情感，你嘅同豐富嘅無窮樣嘅情緒，哈，放喺心肝度。唔講你加用嘅書，你嘅筆，你嘅色彩，你嘅線條，去攞佢表現出來，出嚟同豐富嘅情感畫出來，當然人也看到呀嘅。我做呀，圖我一看到嘅時節，我動起面，就動到無窮樣嘅視覺，因為你看當行有嘅書，佢看點東西，唔過看下來又像係山，我即個來看又知道係東江嘅花園，唔過也係花園當中有啲氣力，當中會俾人帶走，我有一經驗係。主觀嘅視覺，佢做啲嘅靈東西，你再同人分享嗎？因為啊，隻圖係我到菲律賓家畫嘅，應該係我講我出去家下我當下耐看也看，嗰有的看到嘅東西我就會做聯想，所以我就今年係因為我係一隻像你嘅早餐店啦，嗰個我看到人家都會食茶。嗰個有個三角形的茶包咪，嗰個地度做茶米啊，你看起來長長，嗰個佢可能係乜個花茶之類嘅，所以佢就有花又有茶葉，我就知道，反正我係上午康嘅，我就會上去畫山嘅，我就係好按你長長嘅山嘅按你形，所以我就看到嘅我就上到山嘅。冇記住會上到屋卡，嗰時你細細迄個素材就係青島山遐。算呢道山，唔過咩唔係當過嘅山，就係細細小丘陵。對。我反正我有當到冇呢地方，有當到做嘅呀，也係冇嘅。對。啊，你可以來搶悠悠出之後清江，嗰時候也係一個思鄉嘅感覺。因為我看到泡茶、色茶係唔從細有識冇？算有識吧，因為我屋企有親戚種茶呢。細細就有識茶嘅習慣，嗰時候識到茶，又看到花出山就有家鄉味。尤其啲菲律賓嗬，啲菲律賓嗬，基本上冇冷田咯嗬，啲小小嘅茶又對黏黏嘅天氣，按你食起來其實有一種衝突嘅美感。其實我咪會想念冷田啊，因為對啊，因為嗰片冇冷田，冇辦法。唔過你嘅花就做得，你知道畫出來嘅時節，真係有本嘅思鄉嘅情感，有卡抒發嘛，有卡釋放你嘛。係你會見上有卡，個一天嘅啦，唔過就冇按心走下。因咩做得按你講，我係會當上有卡，當上有卡嗬，一天會嗬，同就上我真有卡。係，其實你係清後生咧，結婚嘅時節係清後生嘅。我結婚緊26歲吧。都現喺人講算有得做，唔過還做得啦。不過人完全支持哦。我爸爸冇我那時候結婚。係啊，對啊，因為我先簽到4到嗰邊做，過去到我先生喺吉布卡嘛，所以我爸爸就冇我講那時候我結婚。你安尼嗬，就中秋就要結婚咧，冇安尼嗬，爸爸安尼咩時候？點到講正經結婚有個問題。安尼算來，因為簽到4條，我卡咪請支持，表示講自家親努力去簽你愛嘅東西咧，你就會簽到4條。對啊，簽到方向。想辦法去簽自家愛嘅東西，唔過未下擺未一難過安尼，我就是講我想嘅東西，我唔知安樣留佢拿到安尼。下擺會安尼想，嗰下擺會想講。做動到唔過，我唔知安樣嘅本人看到。好，你來看哈，其實人家講到哈，就喺心肝度有青島，想去追求安尼，好像忽近忽遠嘅感覺哈。我相信其實青島人心肝度對於愛追求嘅東西哈，難免會安尼哈。我即刻看人家嘅花，哇，人家花，首先係說，當然我要好奇講牛買賣菜啦，唔過我係那想嘅認識講。一地度，你想去講埋故事，
因为我係用天路畫嘅啦。哦，也天路畫。也天路畫嘅。嗰時候我做係張學也天路畫圖，所以因為我冇欣賞啊，自己想辦法尋可能咧用嘅畫，個人係想辦法自己學。也完全係自己學嘅哦。對啊，咁厲害呢，我都懂好。不過我因為從細就學畫圖，所以可能做有一隻創意嘅基礎。有啲基礎，咁你從細要學當學開無相關嘅繪本嗎？我考啊，所以我咪後擺會上當到故事。嗰時候做係我係喺到菲律賓，所以喺到菲律賓有一段時間應該。當到時間，我心情唔係講以好，所以後擺就會創然嘅水木水體，我就唔想再個放棄咯。哦，我了解。會有安尼，因為心情唔好啊，因為嗰片嘅環境就係講喺度太流地度，個人就幾年像曲定樣嘅。啊，你仲開聲嘅呢？叫我睇到天嚟，我講到山。我了解我安尼嘅想法，我細細同阿公阿婆傾下大嘅事情，嗰時候哇有太自然嘅係非常舒心、非常爽快嘅事情。個當然文化無共樣，喺個地方無共樣，個按經驗嚇，因為無共樣國家有幾個特色啦，個唔出發也嘅係。佢因為我可能心情唔係以好，不過讓我講，反正我就很希望一直講。係你要嘅講面，要嘛？要嘅寵物要招入來，老人嘅護安可能就係老人嘅護安局就因為講係講入來，就同護安局離開咧，就將人嘅生命共用，你簽到嘅目標。可能嗰時候我試到自家創業嘅局都冇幾地度安尼，所以我有就唔係按分按快樂安尼。係，唔看見安尼鋪墊。要對位小李也係講故事嘅感覺。等下都進來學人繼續同阿玲來講故事，咪透過佢內心嘅世界來看，佢自家好，出咗嚟畫到暗號，畫到情憂情感嘅傳達，請大家了解下，繼續進到呼起來咧。所有朋友轉到呼起來咧，瑞塔今日的節目當中咧，邀請到來自美麗透過嘅畫圖家2020阿玲哦，阿玲家透過佢嘅畫同大家講佢青島人生嘅故事哦，來再一次分享阿玲，你愛好上唔講話知道你心間都有青島嘅想法嗬，你要透過你嘅作品同大家講法，你像也下看到也嘅。也係俄羅斯娃娃嘛，大家都熟悉。不過你也喺畫地度，啲同我嘅寫阿妹嘅感興。佢可能唔係我，不過我嘅想法係，我記得畫也個行我都潛寫，嗰個我就嗰時候我想講，一隻細妹愛變態人，愛做很多冇同樣嘅角色，真辛苦係嘛？當場嘅娃娃本嚟安尼看獎用嘅，對啊，當辛苦，嗰個又愛按獎，嗰個又愛做按到冇同樣嘅事，像嘅片嘅就係媽媽，也係媽媽。對啊，所以佢老公老細年都順行可能，嗰個嘅蛋糕就係一隻老人家，不過嗰隻細妹做按獎，有啲像本老人。有錢的老人學嘅，安尼有點安尼意思。各位創業就係，反正我意思就講我知道，一隻細妹要做很多角色，所以細個當唔知安樣嘅睇較好，安尼。係啊，呀，我要做人妹嘅，做人伴娘，做人心橋，做人媽媽，我要做我自家嘅事業。我非常認同一畫當中吼，我傳達嘅意思，就將我也教成人，我就講，你就唔是看按當人嘅眼光，你就做唔想去做嘅。上次我咩要求佢，樣誒，我冷清下人我想，我做埋愛跟要求佢咯。我上次我知道我比佢好，不過
安尼咁正經比較好。也咪係本人嘅體相吼，也真係無共用嘅思考吼。就像看到也爆發有本人無共用嘅感覺，唔加有對頭前我講到無論係聲音家鄉啊，也講自家內心吼，較唔快樂嘅情緒，唔過也狀況係之後哇，好心涼嘅感覺。也狀咩係用天路吧嘅，嗰個咩共用差唔多係幾隻。我都個學慣用天路畫圖嘅時間，反正嗰時候我相當多方法我用嘅畫較好，我知道我唔敢用嘅畫我就冇當好。嗰個幾年就唔滿意係啊？對，唔滿意嗰個有一隻暗部，但係香港叫做雙年，我要想辦法變鬆。係，可能我變較鬆，就結果就畫出來亞種，我知道我就較好亞種，安尼。係哦，因為佢嘅色彩。就本人感覺有一種平和嘅感覺，因為嗰片冬葉都菲律賓㗎，古時有色西瓜，有秋水，有高水，就本人自然從身體情感度看到畫面感受得到，就係有放鬆嘅感覺，有快樂嘅感覺。就知道下擺畫圖嘅，點講，順連深度，你就畫嗰個其實會變到一種圖，係。因為我本來係冇畫乜嘅草圖啊，乜嘅，就直接畫哦。對，就直接畫，結果就變到安尼。咁厲害呢！記唔記當時開始啲菲律賓畫圖嘅時間，人家先生看到有個原來你會畫圖哦，你有冇按強咯？我從認識佢開始，佢就當希望我做得繼續畫圖，過會去讀書安尼。佢當支持我，對啊。唔過你自家開始學天路畫圖，就做嚟畫出安尼。佢一聽我正經講，哇，你正經係還蠻上到天堂嘅神呢，你就會當燦爛嘅呢。有才華，就是你非常的有潛力，你有安尼嘅才能咩？哦，係嘛？有冇？還蠻講起啊？我看唔慣人家跟我講好法，我會知道尷尬。唔過正經哦，正經要好好攞人嘅安尼，人嘅才能培養研究下去。比如其他都嚟看到，後面吼阿玲都嚟採用人自家嘅繪本啊，人嘅故事啊，因為現場今日阿玲有特別帶來嘅作品。也出係完全自家用書飛嘅，也係用書，也色鉛筆，用書，較簡單。也真嘅，你講你唔是打草稿哦？還係會用鉛筆畫線條安尼啦。不過大部分呢就係，你就直接用水彩，然後佢全部塗先畫背景嘛，較大嘅色安尼，個會再用色鉛筆。畫較幽嘅地方安尼，因為全部都喺你嘅頭腦度，差唔多係安尼。因為我先想到，我先看到一張圖，都喺頭腦裡面，地圖，嗰個才會攞畫出來。我想辦法，然後盡量畫到像我看到嘅安尼。很好哦，呀，其實就係講，可能上帝出本安尼圖已經入到你嘅頭腦度，然後佢輸出出來安尼吼。其實安尼真嘅當天分呢，也係。也係一個鐘頭，在書那度，對，佢有一隻故事啦，咩故事？就會有一隻，反正個故事就會講有一隻細妹，差唔多可能11歲、12歲、12歲，佢想要出去，因為佢本來係喺度嘅種嘅，到個林嘅中間嘅種嘅，所以佢要想辦，佢就想出去生活。夾幾片嘅種嘅就講有一隻鬼天就講係要出去，應該想辦法經過嘅森林，嗰個森林係一隻唔係一般嘅森林，佢有像你咧反應呀深度樣嘅像係講乜嘅，佢可能就會變唔看，因為我就知道，其實跟我這當中係我嘅故事，因為我就知道我其實有當多事情，嗰個。所以反正我就想到，我就想來畫一隻故事。就係佢咩？所以我就知道我應該經過當到深度嘅困難，我才有辦法好好嘅。你對佢去攞杯時間。因為我後來想講我安尼按導師，我係愛講安尼，就係講我係真有辦法好好嘅變到成熟嘅人啊。對啊。
就算我也係已經唔係當後生嘅係。其實也真係同年紀冇關係。你知道嗎？外表人講身體、生理啊，同心肝都心理嗬，也係兩件事情。有人60歲還像成人呢，有人因為經過當多事情，忙到30歲，其實當成熟、當穩重咧。所以說呀，我哋就要突破年齡嘅限制嗬，行20歲一條路，你就行喜歡的呀。嗰時候就也是啊，冇嘢，也係幾個，佢係佢讀到嘅叫嘅，佢讀到嘅。本來喺香港應該係教有卡帶出來，不過有人本來建議可能陸方讀到叫嘅，然後佢強下去安尼。嗰個反正係一種，看煩惱哪一種。不過也種係較後輩嘅，較後輩嘅故事。對，佢係乜嘢？苗條條。我嘅想法係一隻山神，因為我當初我去加咩。我雖然從山度搬出來，係因為我做事物家以為冇嘅。不過我知道，佢係喺我想到佢係山度嘅一部分啊。就係前後輩，雖然佢當上我離開嗰隻山嘅，不過佢前後輩係喺我想到，其實佢係，反正佢就係山嘅一部分啊。係呢，一山神佢木主動銳利呢，動於威嚴啊呢。神韻啊，然後也個色水係清淨嘅，當豐富當繽紛嘅，象徵啲安尼森林度係等於生命力嘅感覺。看米種啊，都吃到很好看哦。哇，加講到冒險，也就會記得行啲什麼多冒險嘅事情。未算一部分啊，我知道。佢樹後一天拿有燈火安尼走路下。算本佢是個安心嘅東西，所以我特種就會有一天我有啊你。當初人行啲啱啱嘅蔬菜咩一天我有啊，你看無論行到哪，所以也係方面都當講呢。韓國人嘅樹嘅線條其實蠻柔軟的。也種係講就係佢安尼一步一步嘅行，佢雖然吃到當辛苦，不過其實佢唔啲佢每行一步，嗰個嘅後背就會有一隻植物會生出來。安尼其實佢雖然講佢唔啲，不過就係安尼。像你咁樣講，佢做嘅當多事情，其實佢唔啲後來會發生乜嘅事情，但是後背佢就會生出冇同樣嘅東西，都叫後背安尼。我想法係安尼。係呢，你本來想到就講。我真喜歡一句話，就講行過嘅路都會有恩典，地下恩典的自由，是意思就講，其實向前行，就算有困難，不過其實一路上就有恩典，還個就會有清淨嘅結果。就像唔講啊你，嗰時候也發很好，後背唔低係嘛曬，也豐富，當好奇當期待。應該就係我會畫一啲嘅。像人哋小動物都給地圖，我會用剪的，其實佢有一隻，不過因為我故意冇畫按明顯，都給。一邊？沒，下唔去。呀，對啊。當中去錄嘅呀嘛嘅，特種就會有按。哇，好多密碼哦。也就會一隻故事，但是也冇當完整按。係，就做得搶先看哈。等下聊一下技術多陣啦，我係當上一看阿玲哈，冇強嘅作品，同佢講法知道情況，係咪了解哈？冇強藝術家嘅對選嘅方向係冇強樣，請大家聊一下技術陣到節目來哦。所有好朋友真的歡喜來了 Rita 要搶到了法家阿玲來到節目當中，好好來分享，再次來分享阿玲好。頭先講到我看到很多嘅作品哈，我已經看到未來一定會有你嘅作品來出版，期待祝福哦。大家又看到哈，你看也係同校嘅，同校通過咩？也係台灣嘅梅花鹿，個也係公廟哦。
当初西班牙斗牛的感觉诶。德州长角牛。哦，德州长角牛吼，给你草地当空。狗年吧个，所以牛年。哦，对对。哦，冇，我嚟看到好唔看，上門睇下看野狀，吼，野嘅老虎咩？唔過有一個老虎，覺得也係卡哇伊版嘅，其實有冇咁嘅意思，係嘛？其實佢係同一隻故事，唔過因為我先畫野隻，嗰個張後來畫幾隻，另外一種，我喺吃到野狀有啲太具體嘅，太像真嘅嚇，對，太像真嘅，所以我就吃到迄愛變到故事，我就吃到冇按，可能冇按適合，所以我就畫另外一隻。Q 版嘅，而家當初係講頭版，咩想講？其實咩想講 Q 版應該係講我知道，我想要留嘅形體，咁佢攤鐵攤，咁佢淡化安尼。就阿玲版本嘅，因為當初 畫圖啊，要愛畫埋先畫拼字。好像素描有冇？會發動陣，一共3歲會發動陣，到後面呢開始有自家嘅風格咧，想要表達自家嘅意思，咁要安尼淺淺嘅就講去掉形體，變做行下當自家。其實因為我國中家下因為好畫圖，所以我有讀過嘅美術班，所以美術班呢嘅訓練就係當。像人哋傳統嘅安尼訓練嘅，當具象安尼。一開始會當在乎講畫來像唔像，不過後來我喺最近廿幾年啊，咁慢慢地學到就知道，其實東西唔是畫到安詳，我知道係一種氛圍較重要。一個精神，一個氛圍，一個神韻。對。哦，嗰時候真嘅呢，開始有自家嘅風格，有自家嘅東西。真嘅變做一個畫家，咁有畫家哈書呢就拿筆來畫圖，講唔嘅書呢係拿針線來做刺繡，我知道也係你嘅作品嘛？對，也係較前面嘅，所以可能冇按好，可能有好也嘅新竹嘅茶條咩？對。哇，跟你老婆係用一個就係直接用布誒，然後外面是木框嘅呢？安尼給創業幫助刺繡嘛，繡唔上去安尼，所以都。現場沒有啊哈，看，佢同人介紹一下。反正因為我開始做也係因為我知道畫圖冇用，因為冇用。有一段時間我就知道畫圖當冇用啊，因為唔係就唔像人家為音樂。唔講我唱歌誒，隨時就做充本人家彈冇做一樣誒。你喺畫圖人家帶上去就一種字誒，我就知道也是一種。要懂得錢咧，嗰邊朋友啊，買個畫框可以扛起來咧。一種字誒，係知道當冇用，所以我就想一種方法，看有辦法然後一圖變做其他嘅東西嘛，所以我就開始學，自家學安尼刺繡。也咩自家學誒？對啊，其實冇咁難。你的手真的很巧哎，好，人家做起來呀，其實每老畫圖有安尼構圖啊、線條啊、顏色啊，安尼嘅美感的當中，就安尼好色當到色強下安尼感覺啊。既然開始做結構誒，開始做結構都也下沒有兩年lang吧。哇，你真懂堅持呢，因為人講一種字。安尼泡泡嘅，可能較冇感覺。呀呢就人看有整先修誒，就講哇花心頭時間。他講也係人聽字嘅，就做得搶聽字，呀就做得讓人下定就做得。唔過電動橋，因為太巧嘅呀慢工出細活啦。嗰時候呀你就非常用心地投入也係刺繡哦。一般有畫圖，還有沒有做安尼，看下時間啦。就自家去分批安尼吼。不說安尼，大家讓人聽以後，有之後講，安尼心情又更加增加，又講唔但唱畫圖，沒有他有克制咩？只有一張。今日節目播出以後，朋友大家都會follow IG 咩？對。follow 乜嘅呢？打乜嘅都會查到。打帳本，嚇，你做
迄個聽當個名嘅咪前面當個咩字？哦，厲害嘅厲，啊，宜蘭嘅宜，啊，王玲玲咧，因為應該當社會老人講嘅事情。本睇下，看到真喜歡，上喺前也上看到嘅作品，因為表現把個圖都名錄好嘛。會啊，同大家分享。算自家記錄案。哦，大家都上去看，就在尋到，尋嘅名應該就在尋嘅道理哈，名錄簽發他啦。數字可能係咩問題？係啊，今日 Rita 咩特別有準備好，當然藝術家來到現場係要快問快答來問，唔是上研究。請問你最喜歡食嘅客家食物係乜嘅？我先好食酸菜湯。真嘅，古時你啲國外食嘅冇鹹菜湯冇酸菜湯，就是記得咩有酸湯嘅呀？對啊，我會食，你做得冇？做得，節餐做得。跟住有你清強嘅湯飯冇？而家講乜嘅湯飯最喜歡？我呢種冇清強嘅湯，全部喜歡啊！乜咬年嘅我最喜歡。迄蟲嘅我唔好啦，不過我唔會講。哦，你清適合太自然哦。跟住咁有清喜歡嘅通花天呀，因為你係畫圖嘛，你看先到書，一講清喜歡嘅作品未做得。清喜歡嘅作品有一點難哦，因為你平常時看動動東西。對，看動動。哦，我藝術行吼有一個。阿玲講，上來也係你親滿意嘅作品呀？親喜歡的，也都也位置啦。都也位置。冇聽他把喊我要配咧。用人親喜歡呀？用誒，咩唔知，反正我做吃到我做喜歡。一個喜歡係啊？係啊。哦，佢當初潛東西，你看有一個探險嘅感覺，你就知道東喜歡咧。差唔多故事都可以試㗎。好哦，我相信大家當期待哦，阿玲接下來要上嚟講埋故事，你要繼續來更新你嘅名錄行嘅資料，你這樣做嚟看得到哦。嘅未來有咩計劃呢？未來，你講上去讀書嘅時候，呀，上嘛，當上。上去那邊讀書，我當上去英國，因為我是我家一個怎麼講對畫圖嘅教育當次要，我本想當到事情，因為我知道畫圖唔係只有畫好看，我知道畫圖嘅後背意義對我來講咪當重要啊。係呢，我做風哦，真嘅，我相信呢，今日應邀請到嘅藝術家02阿玲今日看到嘅作品。Rita 自家非常嘅感動，沒有感覺到佢畫地度有青島嘅故事上去講。第一邊我再次祝福阿玲哦，祝福哦，感謝今日來上節目，安子生。今日呢非常感謝所有嘅朋友來收看，也想大家等下記得繼續聽你線上來做運動哦，希望大家上來了。喜歡福喜來嚟節目嘅朋友，記得來你點讚、聽客家電視台嘅片頭，韓國愛分享出去哦，希望大家。